国民党籍的台北市副市长叶林团涉嫌利用人头经营电子游戏场，佮利用职权替家己经营的电子游戏场修订条款，听号变作是合法的，道理超过314万。台北地检署依照贪污治罪条例道理罪、刑法的跋筊罪起诉叶林团等人，请法院就要甲伊判罚等。涉案的电子娱乐场天门锁起来，不过对外营业。北检侦办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林团牵涉用别人挂名经营跋筊电玩，经由修法道理案，离到今早终结起诉。检方讲叶林团挑工稳重自身利益，也有说唔知影港党议员林部中部推动修法，互家己娱乐场摕到执照，道理行为真明确，违法所得超过314万块。今日侦查终结。叶姓被告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罪及意图盈利赌博罪等提起公诉，并请法院审酌其违背选民附托、违反利益回避规定、修法图利自己等情，予以从重量刑。此案是因为立委吴国超在2020年结束新兴电子娱乐场，2011年时申请具有跋筊性质的限制级营业登记证，不过因为4个月1000公尺内有学校、并医者机关违反台北市电子娱乐场业设置管理自治条例第4条规定，互北市府驳回。不过2016年、2017年修法规定中，在议员施加压力加入第10条，溯及免除的条款，借出来开这后壁门，也互新兴电子娱乐场在2018年顺利取得合法登记许可证。检方严厉批评叶林团犯案了后，拢无后悔之意，请求法院中当量刑。记者打电话要问叶林团，伊并无接听电话。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我们一向就尊重检调单位的侦办，也希望能够尽速还原真相，厘清事实。议长陈时钦讲，尊重检调侦办。台北市商业处是讲，这落实条款已经超过申请时限，就已经无适用对象，未来继续严格来监管电子游戏场的审核标准。记者综合报道。